嘿，大家平安，嘿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来。阿叔中昼平安，食饱未？阿咪中昼平安，食饱未？阿叔当咧食，阿咪当要去食。嘿，两位平安，嘿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恭喜！嘿，好，来，大家过年时阵敢有咧拍麻将？哦，不要讲无互阮拍，哦，毋过，嘿，无要紧，嘿，我即摆开台，要来算即个日本的麻将吼，嘿，安，新年快乐，新年恭喜，平安发财，嘿，红包摕来，无啦，讲笑的，嘿，欢迎，嘿，安，食饱未？好。毋知影大家敢有算过日本的麻将？就是日本的麻将，甲咱台湾的有介济所在拢无共哦。毋过应该嘛袂要紧吼。安尼咱就直接哪算哪看，应该就知影。鼠中昼平安，新年快乐，食饱未？哦，袂晓拍麻将，嘛对吼，可能有一寡朋友。无啥会晓拍麻将，无咱嘛是先，敢莫解释，毋过解释嘛，应该嘛聊啊无聊吼，嘿，应该无要紧，伊个有剧情哦，毋过对我来讲无啥重要，好啦，咱先直接算看卖就知，其实惯性嘛，毋是讲介到拍麻将，就是。小可就是知影规则尔，嘿，技术够歹安尼，无要紧，咱就直接，日本的麻将会当拍4个人的嘛，会当拍3个人的，嘿，3个人的规则佮4个人的无共，毋过大家应该是拍4个人的较济吼，所以咱就。算4个人就好 ，Mercury 中昼平安，食饱未？欢迎你来，新年恭喜！哦，这今仔日中昼长普通，无想要分享。毋过我有看到这个早顿，这个早顿看起来会使食足饱的哦。来，这无。北方无啥物路用，本来无拍日本麻将，毋过为着古锥的图，学会晓安怎拍。你嘛是算即个，你嘛是算即个触分呢？触分内底确实是有真侪角色的图，拢是介好看有影啦。对。中昼顿有时食普通的物件嘛是会使食甲足欢喜的，无毋对。4万、5万、6万，我想看卖。日本的麻将，来哦。有时讲咧以ジ他妈是啥物啊？ジ他妈我毋捌听过呢。迄敢是日本话？对，3个人的麻将无2万到8万，而且因手中有迄个北方的时阵，会使甲北方等伫边啊，佮抽一张安尼。我想看卖。雄毋知影要讲啥。对，日本麻将甲台湾。一项无共的所在吼，就是因会使即个理智，因理智的时阵，要安怎讲？听牌的时阵才会使理智，理智的时阵，就是，小等哦，4、5，理智了后，就干那救命！安尼我就放前啊吼，
麻将安怎算？麻将上主要就是你手中的牌爱斗一个形，嘿，斗一个会使搞的即个形，才算是搞牌。你搞的时阵你就赢，看你搞的牌是有偌厉害吼，较大的牌就会赢较侪钱，嘿，你若是拍牌互别人搞，你就是放钱，就像我头拄仔安尼，放钱的人就爱了钱，互迄个赢钱的人就对。嘿，一个 game 的日本名，安尼我无算过，一个 game 的日本名叫做江他妈。好，无啥会晓拍。安尼我看起来，其实观众朋友内底嘛是介济已经会晓算日本麻将的。我想看卖哦，这是毋是会当做迄个7堆啊？1堆、2堆、3堆、4堆、5堆，安尼爱行7堆啊！Prosika 中岛平安，欢迎你来新年，恭喜食饱未？哎哟，我感觉到我的前途有够，莫讲伤早。日本麻将内底有一种牌，叫做7堆啊，就是日本麻将是13张嘛，13张，佮加一张，就变14张。7个堆啊，拄好嘛会使搞。我想要来试看卖。新年快乐！救命！有人听牌啊！好，无我的代志。好。哇，着我做总官，我想看卖哦，我拍一个较紧的，3、4、5、6、8。过客中岛平安，欢迎你来食饱未？打困醒可能还袂食。爱记你食，安尼算是早顿还是中昼顿？我得爱记你食饭。
对，大家有听过有人讲，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到饱。阮兜是安尼讲，毋知影大家有听过？所以毋知影过客是毋是有困饱？恭喜恭喜！3、4、5，买好啊。想看卖哦，3、4、5、6，好。想要讲是啥物意思？恁兜相共的意思。过去昨4点才困，厉害厉害。想到遐晚才困啊？你是半暝咧拍麻将呢？还是有啥物活动？三档有无？3、4、5、6、8，想看卖啊？哦，恁兜相共有安尼讲的吼。听即组好啊。奇怪，安尼啊，无安尼毋对，安尼无符合迄个无想清楚，我感觉我头拄仔拍毋对。无需要。过去嘛袂晓拍麻将，对一个对台对到4点，安尼迄个主播嘛是改变的，主播嘛免迄个困的意思。好，对人的牌吼，一两，好。啊！我感觉这局应该是，有一种无救的感觉。OK， 上尾。西风无路用，红牌先家己的封号无要紧，应该先拍一张，应该先拍人拍过，想看卖哦。无爱。做毋对。
是不是应该爱先把这底拍掉才对？好，这无啥物前途，拢等遐较好啊。一般哦，救命啊！好，一支无前途的拍掉。无会使留做目睭。好，无代志。马铃薯新年快乐，欢迎你来中昼平安大发财。黑白食。小等这两支拍掉，看敢会当做一个迄个等19吼。无啊，要凑剧啊！袂歹。上无毋是上尾的，毋是上尾的就欢喜啊！要无算是输甲痛苦。好啦，因为有一寡朋友可能原底毋知影麻雀安怎算惊讲看了会足无聊的，无咱搁试着即个，来咱伊有教学好，安尼咱我头拄仔是安怎无做阵，互大家做阵来看教学就好。OK， 来，麻雀内底有几种牌啊来，第一种，这叫做万即个1万、2万、3万，一直到9万，搁有这叫做洞啊，洞啊是1洞、2洞、3洞安尼，搁有一种是锁啊，这3种是有数字的，数字有啥物意义咧？就是有3支即个连续的数字，比如讲2万、3万、4万，安尼都会使做一个顺的，做顺的要创啥？小等才会讲好来。搁有正手柄，遮搁有另外2种即个
或者二排吼，二排，嘿，啊二排就有风，嘿，有风，风就是即个东风、南风、西风、北风，嘛有这三仙牌，嘿，台湾话叫做三仙牌，啊三仙牌就是即个白色吼，完全无字无记号的，这白色叫做白板，嘿，还有这青发，还有这红中，嘿，啊。有啥物路用咧？嘿，小等后一页来介绍吼。来，拍麻将到底咧创啥？吼，就是逐摆见摆着你的时阵，你着为你的手中拍一支出去，拍一支你无要滴的牌出去。啊，无讲毋对，爱先蒙牌，爱先蒙一张，爱先蒙一支牌入来，蒙了，才拍出一支你无要滴的，啊，着着别人安尼。基本上是安尼啦。咱迄个告白吼，咱即个牌型有完成，就算是告白，就算是赢。你有告你就赢。这牌要安怎告吼？咱先了解，就是有2种物件吼。3种物件，3种物件。选中昼平安，欢迎你来食饱未？新年恭喜吼！因为头拄我才发现，伊其实有够合所以我即马咧向大家介绍即个麻将要安怎算，要安怎搞。好，来吼，3种物件爱先了解吼。头一种顺的，另外一种叫做叫做啥？叫做坎啊，坎啊。好，顺的就是即个数字连续啦，3、4、5即个7、8、9。7、8、9，即种诶，即种叫做顺诶。这坎诶是3支，毋是，这毋是叫做坎诶，这袂记得这叫做啥？或者是3支相共诶，就变做即个乞丐，乞丐。下骹这对啊，吼，好，这较简单吼，这嘛真好理解。头拄有讲到吼，即个叫做啥？叫做万啊，对，日本麻将甲台湾的了无共，即摆咱先讲迄个拢相共的所在，好，头拄有讲到嘛，就是万啊，佮有即个筒啊，佮有即个梭啊，即3种是有数字的，所以敢若爱有数字的，才会当做即个顺啊，对，才会当做即个顺的，若这风甲即个三仙牌吼，这字的。这拢是字的，这就袂使做迄个顺啊，因敢若会使做乞丐加迄个对啊，好，卡只中昼平安，新年恭喜，新年这个新年期间头一摆见到你哦，好，了解这要创啥，就是咱这个麻将吼，要告牌吼，通常啦，一般的牌型拢是安尼，就是爱有一副这个对啊，嘛有人讲号做目睭吼，嘛有人讲号做目睭，爱有一组对啊，另外4组就是毋管你要用迄个顺的，还是要用迄个乞丐拢会使，或者就是4组，就安尼，就安尼，简单讲就安尼，刷来日本麻将有啥物较特殊的吼？要无要讲好，先讲即个听牌吼，因为咱手中吼，拢敢若有13支，敢若有13支，毋过大家来算看觅吼，要到的时阵是毋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爱14支才会当到，所以欠的迄支要倒位来，2种方法啦，就是别人拍迄支你要滴的，你就会使教别人，迄就会当教，若无就是家己蒙着，或者自蒙，安尼应该简单吼，即个13支欠1支的即个状况，就叫做听牌，看你欠啥物牌，你就会做听啥物吼，比如讲伊头拄即个情形，就是听3栋加6栋，
因为你看，若是加一支三档，伊倒手柄，迄就会使变做一个顺的。嘿，啊若来一支六档，嘛是会使，嘛是会使倒手柄嘛是有一个顺的。嘿，你啊，中昼平安，欢迎你来，嘿，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哇，伊个会考试呢，个会甲你考试，好，咱来做阵看卖吼，来。2万2支，这会使做一副迄个目睭吼，会使做迄个堆啊。好，过来4、5、6顺的嘛，3、4，这无呢，3、4，安尼就是欠2档还是5档嘛，吼，所以看2档会使，安尼就对，吼，安尼就会使搞。好，刷来，继续考试，好哦，好，咱来斟酌看吼，1、2、3顺的。4、5、6顺的，7、8、9顺的，好。啊，这正手柄这会使贴嘛？看是要这3支相共嘛，会使做一组。啊，若是安尼，你就爱另外一支迄个二色，安尼才会使做目睭。吼，若无就是这个3色嘛会使，就变做1色、2色、3色做这个顺的啊。这2支胶啊，嘛有人教做胶啊，这2支胶啊就变做迄个目睭，安尼嘛会使，所以就爱选这，好，刷来基本的牌的组成了后，了解了后，好，咱来看卖哦，这可能即马毋免想要紧，这较无遐尔重要，这是迄个 game 的界面嘛，好，过来吼，日本麻雀甲台湾的有一个无共的所在出现啊，就是咱拍麻雀的时阵无要滴的牌，就直接弹出来。咱一般台湾麻雀是直接弹伫桌仔顶，毋过伫即个日本麻雀，伫日本麻雀内底，因会甲迄个牌啊做规矩的摆伫家己的面头前，这是一个日本甲台湾较无共的所在。迄个放伫头前的牌啊吼，嘛会使互人，嘛会使互别个人知影，就是你可能你拍啥物牌，就会当知影你无要伫啥物牌，就较知影拍啥物牌是安全的，袂互你搞，就袂放枪安尼。好，过来吼，咱拍麻雀的时阵，因为咱要斗一寡牌啊嘛，要斗牌啊其实是无遐尔简单的代志，所以有几种方法，会使斗3工。头一种就是食别人的牌，你的顶骹，就是咱拍麻雀的时阵爱有4骹嘛，你的顶骹就是你伫你进前拍牌的迄个人，你的顶骹拍牌的时阵，伊若是拍会使互你做顺的牌，你会使甲食，食到的牌就放伫头前，互大家看安尼。好，刷来，你嘛会使去对别人的牌，对别人的牌就毋免是顶骹，就是凊彩一个人拍到你会使对的，你就会使对，好，头拄仔讲迄对牌就是你手中爱有2张相共的，别人拍第3张的时阵，你就会使甲对，若准是你手中有3支相共的。好，你手中若是有4支相共的，你会使甲扛起来，变做你家己的一个，或做或做啥？或做杠，好。你无一定爱讲家己的牌啦，你若是有3支相共的，别人等第4支的时阵，你嘛会使甲讲起来。好，这嘛是一个较有路的，就是你家己有对别人的牌了后，搁摕到第4支的时阵，嘛会使甲讲。好。
好，刷来这简单的吼，安尼就会使食。好，要哪对牌？要对牌就是爱两支相共的去斗第三支嘛，安尼号做对牌。好，过来另外一个日本麻将甲台湾无共的，就是咱台湾拍麻将是算大的嘛，就是你的迄个牌型，若是有符合一寡特殊的条件的时阵，较厉害的时阵，你的迄个台数会搁较悬，你着赢搁较侪钱。毋过日本麻将，嘛是有安尼啦，就是有一寡特殊的牌型嘛是会使。算是加分赢较济，毋过因毋是讲大，因是讲号做役。伫日本麻将内底完全无役是袂使告白的，是袂使告白的，所以就无拍遐尔紧，就一定爱斗一个较，就是爱上无爱有一个役，才会使告白。好。大概好啦，刷来有啥物役？有啥物役的？因为有啥物役这讲袂煞吼，所以先知影简单的就好吼。你家己的方，阁有迄个即马规场的方拢会使，无就是3000牌吼。阁有一个上简单的吼，新手较会晓的，就是即个等19吼，等19就是。即个所有1有9，佮有所有的2拢袂使出现，安尼就会使，安尼就有一个1，安尼就会使到。好，好，另外一个日子，嘛无啥好解说。好，或者就是你面头前无救人的时阵，无用到别人的牌的时阵，你听牌，你就会使。做一个动作，或者日子，你着摕一千点出来，刷来你着干那会使，若无你就是到，若无你就是蛋白出去，就干那会使做这两项代志，到你到为止，好，好，我想看卖这爱单调，OK， 安尼大概基本的讲煞会使来拍。好，咱继续看今仔日敢会输甲痛苦。好来，饲毋着，应该是饲这。我敢会使算一个上简单的。好来。听了赶快袂晓算袂要紧就是罔听看我有2支这个红中，我就会使对伊的红中红中，哈，凊彩拍。对，这可能有比 Yu-Gi-Oh 甲 Pokemon 有较公平就是毋免收集，做者牌啊，才会使甲别人做阵算。嘿，毋过这嘛是
运气的这个成分嘛是介重的一个 game 啦，嘿嘿嘿。所以这敢算是公平，嘛会使安尼讲吼。嘿，当然，这个麻将内底嘛是有足侪技术的成分伫内底啦，拢有啦。我刚才咱讲拢有。啊，敢要食？好。鸡呢？好啦好啦，拍掉。哦，看敢会当做这个。落一来做这个草一色，来给大家小解一下吼，就是。若准你的牌全部拢是扫啊，还是全部拢是万啊？这种叫做清一色。若准你的牌啊内底敢若有一种数字的牌，搁有迄个字牌，安尼就叫做草一色。所以我即马来试看卖敢会当搞一个草一色？应该有机会。两支高色做目睭。搁来5、6、7，安尼嘛有一个顺的，安尼我即支拍掉，搁找，救命！敢会互伊？毋知影敢会放枪惊！无代志，无代志。看卖是毋是无啥前途？想无即支应该是安全的。这支嘛要拍掉了。这支无前途。这支南风。互伊自懵，救命！好啦，无介大。我爱草一色，放枪包50互你，毋过我毋知影要安怎包呢？无啊，是你嘛要开一个历届？我想看卖好，来，黑白算吼。看敢会当摕到家己的这个西风。好，我即摆要等人拍西风，因为即摆我家己嘿，过价莫有白讲，啥物我做烧互你？莫安尼，过年莫有白讲话啦。奇怪，我的西风咧。头拄拍毋着吼，是毋是应该爱拆一支较合理？无就拆一，应该拆一支较好。嘛无，好，袂晓拍麻将。搁转来啊！6万搁转来啊！哇！想袂到。互同一个人食同一鼎食2摆，西风伫倒位？
搁转来啊，搁转来啊！本です。无要食。哦，看无要紧，反正就是通常咱的等出去的拢是无要伫的牌哦，啊毋过共一张牌，一直互我懵着。迄若阵原地有留的，就已经我头拄，我手中一张，我手中一张迄个6万，啊头拄拍三支6万，若阵我拢无拍出去，我就有一个共呢，我就有一个共呢，救命呢！哦对呢，足侪人啊，西风来啊！耶！听牌啊，听牌啊！我应该改听一个。对呢，是毋是过年嘛有足侪人有咧算迄个？救命！定听，安尼我敢若会使自摸，惨啊我！好，对，应该嘛有足侪人咧算迄个刮刮乐吼。有个人就是规气卖包红包，就伫红包内底，互囡仔人的红包内底，就放迄个直接放刮刮乐。无刮刮乐这种物件就是好无爱。刮刮乐这种物件就是你有还有做啥？有着钱的时阵，就好啊，就莫去买别张的，搁去买别张，你就通常就了去啊。买500着1000，安尼袂歹啊，有趁拢袂歹啊。我是感觉有趁的拢。迄几率嘛无介大呢，我也是兑发票就好啊。哦 ，Overwatch。啊，无我的代志，好。哇！我有够后，哇！多谢过客，毋是过客，多谢Persica。稍等，我来拍一支。多谢 Persica， 互我即个168块吼，一度发吼，即个一度发即个做。来讲，做好听，做，还有这啥？这个多谢 Persica 的红包吼。这个168，这个真好的数字，真好的数字。哦，真几工对台拢包了啊 ！OK， 辛苦啊！过年搁要送红包互主播嘛是辛苦。大有大的牌啊！来，甲大家介绍一个吼，789，安尼好做顺的哦。毋过我有2组相共的顺的哦，这伫日本麻雀内底
算是介大诶，算介大。欢喜欢喜。这应该爱多谢 Presica 互我诶好彩头。啊，毋过嘛是爱搞才有准绳吼，爱搞才有准绳。啊！哦，佫是这洗牌啊，佫是这哦啊，好，无代志，要哭啊，好，无要紧，对，这机会拢毋是我诶吼。2、3、6、7。唉，哎，救命！哇，对方敢是要这个大数戏？哎呦，啊好无？啊，想看卖要听倒一的，听一支。2、3、4，1、2、3有啊，2、3、4有啊。哦，无再听掉。头仔是毋是无应该借啊？想着急。我需要这个四色，无就是4万。哎，好，先看卖哦，好。哎，袂歹，安尼会使等一支。角色的即个度感有啥物差别无啊？迄应该就是好看尔，佮有迄个因的声音会无共，因讲话的声音无共。哎，好，总算是互我到啊！告白。哦，无介大啦，无介大，到啊！嘿。啊，头拄对台收到免费的会员，恭喜！这嘛算是过年的一个礼物，袂歹。Bruce 中道平安，欢迎你来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敢有迄个技能的差别？无，拍木球佮有技能，这应该有了过分吼。是安怎？技能是啥物？会使偷看牌啊？是安怎？会使偷换一张？
会使摕第5张出来。小看卖，好，单调。2、3、4，加一支4，6、7、8，7、8，6、7、8，6、7、8，好食。红中拍掉，看敢袂当清一色可能有了伤消摊啊。北风2、3、4，看敢袂当过来一支5色嘛，袂歹哦。哦，安尼哦，甲天才魔术少女合作，听起来袂歹呢。毋过即种 game 内底拢有足侪无共的角色啊，迄拢爱抽呢，迄看起来拢爱拆倒一个3、4，拆遮好，安尼敢对？好，应该对。需要迄个冰岛的技能，这确实有影，确实有影。即个2、3、4，加一队，加一队，拿来一个6万的，好。救命！哦。哦，够疼的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需要冰的。来看我会当创啥？北风，我的风。啊，原来是讲饮料，计是要冰的。这毋是真正有迄个电影内底有诶。好。啊，无，北风无战斗，应该先拍北风。这2支拢无战斗啊。好。食啦，黑白食。哦，对，大尾罗马，对，伫高粱搬的嘛。一定是先拍一支。小看卖啊！请互我8万，无的9万，拜托，好无？
哎，有啊，多谢。リーチです。ポンです。ジーニャ。开始又被爬。哎呦 ，OK。ズモ、ごめんなさいね。ハク、ナン、ドライン。漫画。哇，出代志啊！是安怎变？唔知影是安怎变第2名，袂歹。私の勝ちですね。我来先看卖迄个3个人的好啊。来，3个人的满足。3个人的满足，用到的牌较少，较有机会做较大的牌，嘿，会使来体验迄个，体验一下迄个做大牌的即个快乐，嘿。对啊，差一点仔呢，头拄仔较大的，差一点仔就够啊。3、4、5，想看卖哦。做一个普通的。无呢，我有东风，就会使搞啊。我应该等人的东风。好，安尼1、2、3，1、2、3、7、8，无就1、2、3、4、7、8。安尼应该有啊，东风来啊。好，安尼我来听这边，好，听一张好啊，3、4、5安尼好。3支拢伫我遮哦。好，食袂着，看会着，食袂着，互人对去啊。无你搁拍一支互我食，啊无好。6、7、8，安尼有啊，好，听牌啊，听牌啊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哦，安尼嘛会使，2、2、2、3、4，2、3、4 ，OK， 继续等待。奇怪，毋是讲要做大个牌，讲要做大牌啊！伫遮搞即个细个牌啊，是咧创啥？是安怎别人拢会使自帮救命？哦。下摆啊金死死呢！啊对，1月2，
1月29，迄个女主会会坐到吼，会有我毋知影是安怎，我嘛算是女主会的一员，嘿，无毋对，就是安尼。我小看卖哦。小女主冠星，嘛是会使，嘿。好，一两四五六七。嘿，我嘛做期待，会使甲女主会的好朋友做阵来耍迄个 Game Beast， 嘿，你看起来就一个足快乐嘅 game 吼。应该拍一张吼，456、234。女主会内底唯一会使烫衫的人，无毋对，确实，嘿。另外3个拢袂使，莫安尼。我的白板来啊！我的白板。我哪有黑白烫衫啦？接受。无代志呢，安全呢。这应该蛮安全。现在运动会使。我较袂晓耍。啥物好做？我有穿衫，甲无穿衫，感觉差不多，啥物意思？原来是涉水作成的意思。哈？ Camber， 你是安怎即马才咧困 ？Camber， 你嘛是算甲足晚的呢？是安怎即马才困？无，我规气来做一个国事无双好啊！国事无双，看敢有机会。开始咧无理性的咧。无理性跋筊吼，改变，无爱，是毋是七队嘛有机会的款？七队嘛有机会呢。好啦，色水拢浅吼，安尼我较会当接受，有烫无烫差不多。落地皮做好啊！恭喜！足期待看到你用你的皮出道哦。煞讲穿衫比无穿衫搁较会落去。我是无啥方便表达我的立场，毋过，确实，对，确实是安尼。二番的牌，对，我想讲，无啊，我看迄个国事无双是无梦啊，无做一个七队看觅。虽然我即摆嘛是咧黑白拍啦，黑白拍，对，看别人拍麻将，哪像咧看迄个比头脑的网家共款，嘛是有迄个。拍麻将的网家，迄就是共款的迄个感觉，会使直接去看戏啊。这敢对，无人要滴好，安全，应该安全。
这什么牌？凊彩拍一个安全的。ラン翡翠雷梦爱玉毛生一本麻将，安尼我叫你先摆哦。我最近才开始学尔，所以无啥会晓拍。你看输了了哦，你要输甲脱裤的款，会使做粉泉。稍等哦，先，国术无双。无爱，国术无双。我会使做粉泉。哦，好，我经验也无够济，嘿。总是爱犯一寡错误吼。哦，免烦恼，我即摆敢来敢若有迄个国术无双尔。哦，即摆甲我讲啥物我拢无要听，好无？哦，小等是毋是会使看？伊是毋是会使看回放？会使来检讨一下。小等来看头段应该安怎拍？我来检讨家己，互大家看嘛，袂歹。哇，国术拍袂落啊！我今仔要做国术机器人。袂歹哦。嘿，一支北方换一支红中，袂歹。无，啥物粉哦？毋知影迄啥物物件，我敢若知影国术尔，吼。哦，红记记的送你。救命！对，野心伫遮吼。好，这支，五堂平安，五堂中昼平安，新年恭喜。好，无要紧，还有机会，凊彩算到第2名吼，免着惊。来，人看到我安尼拍，就知影我咧变啥。人拢专业的啦。好，我想看卖哦。无即摆继续做，即摆看起来就袂使继续做国术机器人。安尼要听倒一支？这支无路用。想看卖，好。
，Ruby 下班啊，欢迎 Ruby 新年恭喜，兔年平安大发财啊！确实啦，大字应该是爱先拍。我感觉第三个人的麻雀内底迄个1万加9万，1万9万应该差不多。对呢 ，Ruby 你毋是咧，你是咧迄个火锅店上班的对无？你安尼过年应该做无用吼。过年是毋是应该有足侪人客来食？哇，你真正是辛苦啊，辛苦啊！2、3、4、5、5、7、8，好，拍过的先拍。伊为无效的大，伊嘛无字吼，无效的白板，白板变做有效的白板啊，有效的白板，有效的白板是三等式无？2、3、4、5、5、7、8啊，无时间啊！对，三日麻雀都是摕来讲，无啥物路用。拢互你，全部拢互你。大无字 ，OK， 大无字。哦，找字较济啦。2、3、4、5、5、5，拆掉。有时我家己嘛毋知影我咧拍啥。无这应该留咧，这有益呢。好啦，互我来。2、3、4、5、5、5啊！安尼敢若听一支。7、8、6色。哎哟，这有时啊，就是一个运气的 game。像这233会比67较好，233等134。我知这是迄个做百里嘛，照你来讲百里，啊毋过我百里无认真咧学吼，所以我大概知影，就是其实爱小了解一下迄个百里的代志。啊，毋过我无认真读册，所以歹势。好 ，Ruby 骑车爱写字，多练写字哦。这看起来是毋是使做？是无毋对啦，久啊会变做即个反射，就是算无够久咯，经验也无够吼，看起来使做清一色，要做清一色的，才拢爱拆掉。对啦，当然是欢喜就好，啊，毋过会赢，才会较欢喜。嘛是想要赢吼，所以嘛是爱有机会一定来顶真学一下吼。哇，脑子滚滚吼，大家拢咧讲，有机会吼，脑子滚滚吼，大家拢咧讲，有机会吼，有机会就改变来啊！人爱有梦想吼，万一。我要听牌啊！我要听牌啊呢！6、7、8，我是毋是拍毋对？拆掉啊！
嗯？无真正咧黑白拍吼。头拄迄个球色应该无爱砍才对吼，无爱讲才对吼，嘿，无益，害啊我，无小等安尼我无机会啊吼，安尼我敢若会使拼迄个清一色才有机会对无？开始黑白贴，毋管啦。真正袂晓算啦，真正咧黑白算啊！哦，来有啥物就对，吼。哦，无我诶代志，好。哇哦，加载毋是我啊！啊，了解，对，头拄应该安尼才对，好，第2名，哦，伊话有够长，毋过我听无。看伊敢会当，即啥摆谱？应该会使看迄个吼，头拄仔诶，有呢，会使检讨呢。哦，佫会使看白刷，哇！伊真正会使检讨呢，袂歹。啊，毋过我已经袂记得头拄仔迄是倒一局诶代志啊。哦，3人满桌。先侪人算对哦，好，后摆才检讨。毋知要算3人还是4人诶，无就3人搁一摆好啊。练习一个吼，练习一个。哇，复制人相拍，来看卖哦，9万，3、4、6，嘿，清落，看这长度会使哦，好，凑脚好。小看卖哦，1队、2队、3队、4队，好，7队啊，7队啊。有前途对无？7队啊有前途吼。1、2、3、4、5队出现啊！哦，若准赢爱来迄个台数，毋过我袂晓呢，敢会当提供一个？我知影迄跋筊的迄个 anime 是介出名，毋过我煞无咧记伊个台数。哇，过去无要互人休困，人都已经开97点钟，你搁我想看卖，好，这样就拍安全的吼。无法度，自摸就无法度。
好，国输啦，国输啦，国落国落。好，过客会使提供代数，多谢过客，多谢多谢。无爱，国落，国输机器入来啊！看起来无啥物机会救命。好，对落好啊。好啦，对。哦，这金死死。这张应该较安全吼。好，来开始拍无安全的啊。好，这张嘛安全，大家拢咧自帮救命。啊，好，安尼我上无效啊。先看卖哦。好，对。无气无来。这无效诶。日语诶会使打日语诶。我会使尽量读看卖，看我会读做啥物款。安尼嘛介趣味着无？一两三，无要对这度，好，拆掉。こんにちは，平安，中昼平安，新年快乐，欢迎你来。多谢过客，多谢过客，甲我斗找。毋过小等爱有赢才会当讲对无？头拄啊 Persica 下愿是讲赢的时阵来讲代数吼，所以咱爱先赢才有法度。毋过我会尽量啦，我小等尽量教一下吼。好，无怪代志。变色会使相等啊！而且变色有够远吼，应该是会使相等。OK。OK 嘛，有一寡会使。OK， 底裤底你有够用。对啊，今仔日毋是讲
减几度袂记得，或者就是讲今仔日比前几工寒足济，有听着有安尼讲，嘿，大家真是爱说字，嘿，真是爱说字呢。我想看卖哦，其实伊阁有一个特殊规则的，毋过有够复杂，准拄煞。咱来算普通的就好。咱好啦，4个人。东风，袂歹会使留。东风红中拢会使留吧。今仔日真正无适合出门，这天气真正无适合出门吼。虽然我嘛是穿短裤啦，毋过应该贴这边啦，贴这边。7、8，对，1、8、4、5、6、7、6、7、8、4、5好，安尼贴一支，安尼应该有正常。徛遮会互风吹去，敢会伤寒？有遐轻呢？开暖气，互鸟仔吹啊！安尼做恁兜的鸟嘛是介幸福呢。阁有暖气会使享受，安尼袂歹。6、7、8，安尼应该留这边，安尼继续听。对啊，北部上够人怨就是天气阁淡阁寒，有够人怨的这个天气。我东风咧，东风伫倒位？阁暖阁冷。阁暖阁冷，敢有安尼讲的？好，听牌。有啊，够啊。会使读代数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想看卖哦，西风无路用。原来是速度较紧，才会互风吹甲。听倒一个咧？听一支好啊。心地的风骑车拢会歪去，原来是安尼。安尼应该是听一支。无要紧，日语的咱小等一定会读哦。小等嘛是会使拍了，我来吹，吹了来读，互大家听，安尼嘛会使，安尼嘛无问题。这先听这边好啊。袂是风台天吼，即个风，今日个风，哇，8万来吹我。
您不敢看了，哇，对不掉。安尼应该转掉。对啊，我遮嘛是啊，我遮嘛是迄个窗仔门嘛是，互吹甲直直有声。真正是有较合嘿。想看卖哦，安尼我先听遮。无爱，一头是假的。拍过先拍。您没看到？去看是了。完全唔知影啥物意思啊！我的日语完全无咧进步，害啊我！南方个，哦，好，即句看起来有经典。来，我先。好。小等也是我有教，也是即摆，也是即场算了吼，咱就来读。来，这支无效，一两三四六六三四。六七，是不是做唔对？无，应该我的字色，这边会使听。袂歹哦。安尼这边加完成啊。一两三四六六七，安尼其实会使长要求呢。二三四无爱，红中无爱。二三四六六，二三四六六，好，看敢会当搁摕到一支七筒。过去要来鹿港看灯会，最近灯会足侪，因为过一时啊，就元宵啊，我会讲。安尼敢若会使长要求呢，一定爱长要求。
甲朋友做阵去看灯会，安尼袂歹。我会记你，会使食的款哦。安尼有长好势，4万敢若剩2张吼，看起来无啥物选择。这支安全上拍。哎呀，运气好，运气好，袂歹啊！1000点，喂，哎哟，别人兜的风上拍。来5、6、7，这较远，9，无啦，无进步啦，是你毋甘嫌啦，安尼我会歹势，是大家教了好，是大家甲我指教，红中吼，红中无前途吼。想一个，好，长要求，无长要求，我有青发救命。好啦，字仔拍掉就对。5、6、7，再搁一支5，想看卖哦。好。好。5、6、7，哦，好。啊，自摸安尼无法度。台南啊，寒到要死哦！足久无转台南的呢。この世界歪みあれは倒す敢是安尼读？哇，毋知影啥物意思。暂时无我的代志吼。哦，风箱头。哇，真正袂输咧做风台吼，规个台湾拢风透甲6、7、6、7、5、6、7、6、7、8。哇！安尼都留2个队啊！无，我有3个队啊，安尼无啥好。
哇！哇！放箭啊！好，要紧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7、8、4、5，应该会成。拍北风，哇，伊的字有够济，啊，毋过伊要西风创啥？4、5 ，OK。哎，袂歹，欢喜欢喜，4、5、4、5、我感觉我即摆还无啥会晓注意别人的弹出来的牌啊，我较毋知影要安怎，我还毋知影，等讲尔，我较毋知影要安怎看别人想要伫啥物货，所以我真正是做够放枪，嘿，目前还无都克服。我上后第4名，靠了了啊！好啦，哦，结婚，YouTube 试真侪摆，无都上传你的 MP4 声档啊，敢是因为 YouTube 一定爱传影片？那准是安尼，想看卖哦。因为毋知影你敢有迄个剪影片的软体，会使甲你的声音甲迄个凊彩斗一个度，就会使变做影片。安尼可能是一种方式。若无你反正其实嘛会使甲声档看等伫 Discord 内底，也是用一个云端的连接，应该嘛是一种方法。嘿，我念伊想到的是即两个方法。嘿，对。若无就变做我搁爱想办法甲你联络，嘛是一种办法。嘿，对。今日嘛是有体验到即个日本麻将安怎算吼，啊，我想要来读迄个头拄仔，嘿，头拄仔要读个日语的台词吼，来。啊，毋过因为我无啥会晓，所以我决定要来请我即个最后做 Google， 嘿 ，Google Translate 来替我念一个，吼，啊念了我对伊念，吼。かけ狂いましょう。さあかけ狂いましょう。唔知影敢有迄个开口吼，尽量啊，真正无啥咧跋筊吼，所以无啦，毋是请助理代替我念啦，我头拄仔有听伊安怎念吼，虽然无收互大家听。好，哦，今日有等伫 Discord 好，安尼我小等念伊来看。好，嘿。今仔日个
一本麻雀体验吼，短吼就到遮吼，差不多到遮。安尼我来准备来点名吼，甲来讲一下再会。大家新年应该阁有足侪代志爱做吼。感谢大家阁专工来捧场，看我输，看我输甲痛苦。好啦，OK， 来点名咯。敢有做斯文有哦？像斯文的意思かけくるえましょう。好啦，可能真正无迄个小讲的感觉，因为我人就是一个做冷静的人啊，我就是一个冷静温柔、讲话轻声细碎的人，所以我已经真力啊，歹势。好啦，来点名啊！袂啦，袂辛苦啦，袂辛苦。好，阿咪再会，杰峰再会，过客再会 ，Ruby 再会，阿酸再会，翡翠雷梦爱玉再会，乌西再会，Presica 再会。Ruby 再会，今仔日敢有信众古水的福利款节？今仔日无，后摆吼，咱后摆看我阁有啥物出头，我若有想到吼，就拢会有迄个迄天限定的，请大家尽量把握。Lia 再会，Mercury 再会，阿苏再会 ，YU 再会，阿杰再会，好，多谢大家今仔日来，咱明仔载来跋18斗啊，今仔日跋麻雀，明仔载来跋18斗啊吼，明仔载有我的，毋是我的，明仔载有迄个 Dicey Dungeon 吼，咱会使来看我安怎跋18斗啊来冒险吼。安尼就期待明仔载佮大家相会啊！安尼今仔日就先拜拜啊！拜拜。